大家好，很高兴见到你们。我自己介绍一下你们。我叫名字小巴克雷，你叫我小巴。我今年23岁，我的生日10号11月2002年。我的体重55公斤，我的身高161厘米。我现是拜托人，我是单身，我读书高学。我有家庭5个人，我有4个大姐姐，我没有父母，我是第5，我是最小的。我有2年照顾保姆工作，我照顾小朋友，他5岁，他是女。我雇主家里4个人，他们老板45，老板娘46，阿姨65，他们女儿5岁和1只小狗。我会照顾小朋友、孩子和老人，我会说一点点义务和真话语。我会做家务工作，扫地、抹地、拖地、洗衣服、烫衣服、洗车、做饭、炒蔬菜。我会做中国菜，咖喱鸡、猪肉咖喱、咖喱鱼、炒面、炒饭、炒米糊、炒鸡、炸鱼、炒蔬菜、鸡汤、米粥、猪肉汤。我有耐心，我会努力工作。我要来新加坡工作，我要照顾我的家和我要转正和我的未来。如果你给我机会，我要来工作你们家。谢谢你们的我的介绍，再见。